母音係 A、E、I、O、U， 呢啲係高音，亦都係長音。佢哋嘅短音係呢字嘅頭音 ，as、as、a、is、is、e、o、o、o、us、us、a、a、e、o、佢哋嘅高低中三個音調係 a、a、e、e、o、o、呢邊要拼音法嘅5步，第一步係分音節，子音帶母音音節，子音帶母音，子音帶母音。第二步分音律，三個音節，最收尾三個音節一定係高、中、低、high、mid、low， 中、高、低，前面嘅都係中音。第三步拼上，第四步拼下。拼呢個字嘅時候，你都可以學一樣嘢。IL 係一個字首，字首就係字嘅前邊，將一個字變成從正面變成負面，所以係不係負面嘅意思。呢啲字首一定係中音，咁而家呢度都係中音。拼每一個音節嘅程序係母音加尾音，再加頭音。L、O，L 嘅尾音係 O 嘅聲音出嚟，係長音 O 出嚟。所以我教你哋拼音嘅時候，呢度唔好理佢係 A、E、I、O、U， 凡係見到個 L 喺後邊第一個入腦拼出嚟嘅，就係呢個 L、O， 就係 O 嘅聲音。C 喺 A、O、U 前邊係讀 K 音 ，K 卡 K， 佢嘅頭音就係卡。卡 O 口口 Co， 所以低音係 Co， 同呢個 L、O 最收尾嘅聲音係一樣嘅。R、A、E 係 E，C 係 K 卡 K， 尾音係 K，E 係 E、I、Y 前邊 G。係要讀 J 音 ，J 係 J 咋 J， 佢嘅頭音係咋 A， J， 尾中音就係 J， 口。呢度係 O， 呢度係 J 喺 S、Z、F、Y。F、V、J 呢5個叫做五不改 S、Z、F、V、J， 所以 J 音喺五不改裏面嘅就改唔到前邊嘅母音，前邊母音八成讀短音係 O、L、O， 頭音係O、Lo 頭音 Lo 就係高音嘅 Lo、J、Co。呢度 I 係 E、L、O 嘅尾音係 O。E、O、U、U、U、E-logical， 因為呢個 L 已經去到呢度，所以 L 有佢嘅母音喺後邊，就係等於佢有自己嘅音節。佢有音節嘅時候，就改唔到前邊嗰個母音，前面嗰個母音就係讀佢自己八成讀佢嘅短音，短音係 R、A、E 係 E、E， 所以係 E-logical。而家拼下邊呢度都係低音冇得改，呢度係中音冇得改，呢度係 lo
illogical。第五步，第一個比較係邊個讀出嚟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 ？illogical 一定係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。第二個比較兩個高音，呢度 lo， 呢度係 j， 喺邊度出嚟係比較高嘅嗰個就贏啦。鼻嘅高中低，喉嘅高中低，口腔裏面係惡。j i j 喺呢度出嚟㗎 ，a k 喺呢度出嚟 j lo 喺上面出嚟㗎 ，lo 喺上面出嚟，所以呢個讀法兩個讀法都係 illogical。His argument was illogical and failed to convince the skeptical audience. His argument was illogical and failed to convince the skeptical audience.